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林成俊，而家讀緊中五，亦都係一個排球運動員，做基督徒10個月。唔知點解我喺小學5年班開始，自己開咗竅，知道人要好努力。當時我喺學校係一個好勤力嘅學生，小4就開始唔打機，每日起碼溫6個鐘書。內心亦都好想為屋企人同埋身邊嘅人去付出愛。而我自己理解嘅愛同埋報答爸爸媽媽嘅方法，就係努力讀書，唔好令到佢哋擔心。所以我就用勤力讀書去愛佢哋。但係我從一開始想去愛佢哋而努力讀書，慢慢演變咗成為係為咗想自己得到榮耀，想人覺得自己勁。但事實上，我透過努力喺各方面真係有少少嘅成就。我曾經代表香港隊去出國打比賽，亦都係成績都係名列前茅嘅。我開始俾呢啲嘅名氣同埋身邊人羨慕嘅眼光去影響，為咗成為身邊人眼中裏邊成功嘅我瘋狂搏命咁樣去練波同埋溫書。但係我心裏面一直都充滿住對失敗嘅呢個懼怕。當時我將所有嘅恐懼同埋不安轉化成憤怒，面對屋企人嘅關心，唔單止係冇感恩，更加係用嫌棄嘅態度去回應佢哋，同我一開始想去愛佢哋嘅初衷背道而馳。我俾自己好大壓力嘅同時，都將好多嘅脾氣發泄喺最愛我嘅屋企人身上面。期間我有試過祈禱，求神去令我嘅重擔輕省一啲。每次祈禱都覺得有啲幫助，但係因為對科學根據嘅執着同埋太忙，所以就冇時間去思考我嘅信仰。所以一直以嚟都冇繼續深究落去，當然對神都係呼之則來，揮之則去嘅心態。其實我真係幾自私同埋自負，直至到我中3升中4嗰年嘅暑假，我跟學校去咗一個澳洲嘅交流團，相信呢個一定係神對我祈禱嘅回應。嗰陣時有好多個空間，身處嘅寄宿家庭啱啱好都係有呢個基督教背景嘅家庭。嗰陣時俾佢哋對神嘅心影響，開始自己花多啲時間去思考我嘅信仰，睇咗好多資料，發現其實好多科學嘅現象都證明呢個世界係有一個創造萬物嘅神，又睇到好多歷史同埋地理裏面嘅見證同埋證物，都好一致咁樣指向呢個世界主宰，其實就係聖經裏面嘅神。我好想去揾呢個神，而好彩我身邊一直都有一位好鼓勵嘅基督徒，就係阿 Reef。而阿 Reef 咧，其實係我嘅排球隊師兄，佢從我中一嘅時候已經好開始去主動去同我做朋友，又成日會傾偈去關心我。其實我身邊一直都有好多嘅基督徒，但係 Reef 係唯一一個我認識以嚟從來都冇講過粗口嘅基督徒，至少喺我面前冇講過。佢亦都會好快咁留意到我好懷疑自己嘅時候，然後好主動去關心我，而且又會成日去邀請我返教會。所以當我揾緊教會去返嘅時候，我就會即刻諗起佢，問佢可唔可以跟佢一齊返教會。一嚟到教會嘅時候，我覺得教會係一個好開心、好輕鬆、氣氛好好嘅地方。所以第一次返嘅時候，我已經好中意呢個地方。後嚟見到一個姊妹受洗，聽到好好嘅分享，神點樣去改變佢嘅生命，亦都有好好嘅改變。佢好激勵到我，所以我都好想有啲咁嘅改變，好想去認識呢位創造萬物嘅神，所以就開始我嘅查經。查經嘅過程裏邊，令我重新去審視我自己，亦都重整咗我對生命嘅追求。我唔想再活喺身邊人各種嘅眼光之下，我淨係想做神喜悅嘅事，只想得到神嘅讚賞。我亦都學識乜嘢叫愛，點樣係真正去愛人。我最大突破，亦都係我最大挑戰，就係我對爸爸媽媽嘅唔感激。喺生命裏邊，其中一個最大嘅罪，就係去用言語去傷害我嘅爸爸媽媽。喺我仲係好迷茫嘅時候，我經常性會用粗口去回應我嘅爸爸媽媽，特別係我嘅爸爸。仲有一次唔記得咗因為咩事去同媽媽鬧交，我竟然話佢根本唔愛我，根本冇當我係佢嘅仔。但其實
我媽媽喺100分裏邊一直都係用緊200分嘅愛去愛我，但係我竟然用咁嘅方式去回應佢。嗰日之後，我媽媽完全冇同我計較，都係依然好無微不至咁去照顧我。我心裏邊一直都好愧疚，但係唔知點樣去面對，所以只好擺喺我心裏面。但係睇聖經同埋靈修嘅過程裏邊，我明白到愛裏沒有懼怕，愛嘅完全就把懼怕除去。所以我秉持住呢個嘅信念，鼓起我嘅勇氣，同我爸爸媽媽道歉，講對唔住，同埋表達我對佢哋嘅愛。好開心今日可以邀請到我嘅爸爸媽媽嚟到呢度去聽我嘅分享。好想喺度再同你講一次，我好愛你哋，亦都好慶幸神揀咗你做我爸爸媽媽。呢句話同你講咗唔止一次，但係講幾多次都唔會嫌多。我用咗2個月嘅時間去同基督徒查經。喺計算代價嘅時候，我好清楚神好愛我，而我都好想愛返神，所以我藉住受洗去回應佢嘅愛。我想做基督徒，亦都好想令更加多嘅人去認識神，生命可以好似我得到改變。我想分享我最中意嘅經文，希伯來書3章14節，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，就在基督裏有份了。我明白到人嘅能力係有限制嘅，但神係無所不能。所以無論喺我生命裏邊嘅順風定逆境，我都要讚美、感激同埋依靠我嘅神去面對我一切。我想鼓勵 study 裏邊遇到困難或者係啱啱開始返教會嘅朋友，唔好驚失敗，更加唔好驚因為去查經阻礙到自己嘅學業或者其他方面嘅發展。我可以擔保，只要你將神擺喺你嘅生命中第一位，你生命中其餘嘅所有部分都一定會因為神而有所成長。今日嘅我唔再係因為覺得自己勁而去分享，而係慶幸我可以藉住分享我嘅生命去彰顯神嘅大能。多謝大家聽我分享。